来这个查囡仔叫做林新培，4岁时阵因为破病下半身瘫痪，伊的成长过程拄到真侪困难，加在有至亲的陪伴，尾也阁坐轮椅来环游世界。这届南投德山的前山国小特别甲邀请来学校，甲小朋友分享伊一路行来的甜酸苦涩。我才知道，哦，这世界上很多人跟我不一样。德山镇前山国小特别邀请林新培来学校分享家己的故事。坐轮椅可以做到这么多事情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？可以帮助到未来他在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，他知道怎么去面对或是坚持。坐伫轮椅，甲大家分享经过遮尔侪摆手术的痛苦，一路以来是安怎面对，予囡仔拢看到伊的勇敢和乐观的态度。人生中就算有什么挫折，也不要放弃，可以让我们继续成长。我会想要跟他一样，就是欣赏自己，然后不要自卑，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林新培打破家己身体限制，活出无同的人生，都是希望帮助更加侪人找到生命的意义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